赖呢贴图小铺诶，哦，过新年添好运，哦，这贴图啊这么多了，新年快乐呢哈，平安小猪的新年快乐哈，有这么多了，还有怀旧贴图，成熟大人可爱贴图，成熟大人可爱贴图。要正经的，怎么不正经？春季贴图，有礼貌可爱贴图，成熟大人可爱贴图，早安问候图，早安问候招呼 ，hello 打招呼，成熟大人可爱贴图，有写字的，智慧图文的。亮亮猪，然后就要兔，鼠年，2020年鼠年就有新的了。这么多了，圣诞的大贴图，有疗愈的呢，疗愈系多多小熊维尼，全一幕的，暖心圣诞音乐大贴图，圣诞音乐大贴图诶，小熊维尼的，兔子的也有，猫的也有，熊的也有，猫啦、熊啦、兔啦，还有动感小妹，你看，台语斗嘴的那个。男女的，蜡笔小新呢？蜡笔小新呢？蛋黄哥，史努比也有，霹雳英雄也有，鸡也有，兔也有，猫、熊都有，猪也有，哈哈，狗、鹿都有，哦，这么多哦。谁都可以用的，还有所谓谁都可以用，还有谁都可以用的呢？还有调皮女孩的呢 ，Q 弹可爱的 ，Q 弹可爱烂卡通，菜头粿哈，100种表情，这么多种宇宙名。